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动到？感动，我有。我说这怎么婚礼上面怎么跟得住？小心嘿！偶尔大家很辛苦，给大家一点画面。画面，哎，小心的不舒服啊！哎，一起不舒服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对，好不好？这一首就交给你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欢迎我们露露回归。在那天我是外景嘛。哦，玩很大。对啊。对，然后很大。我久不能自己，然后两个人互相在 murmur 都没有在对哦，他讲他的，我讲我的啊，那对不上。唱歌的有点快啊。他就对啊，然后突然间我也是被求婚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样，就是这种10点，然后我就站在原地，拿着手机挂了电话以后站在走来绕了大概10几分钟，对自己一个人对，然后就在想着说哦，好快哦。这些孩子都是一点一滴啊，把他们本是有委屈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从小到大学业成绩通通第1名，然后什么都好，然后这个也会讲这个5、6国的语言。女儿啦，女儿。对呀，然后也是年薪1000万的这个小女生，26岁。可以有这样成绩是不容易，对。所以你觉得准女婿你还满意吗？还 OK， 就是有见过几次面，对。然后这几天呢，特别安排了一个要吃饭。人家说会无好宴，好宴。今天会见面，你们就可以布装在各大的这个高档的这种那个餐厅。一般这种状态都男方会请客嘛。对呀，我会挑一家，大概吃一餐20几万，做一个考验这样。跟未来的女婿说些什么？没有啊，就要罩子放亮一点哈。他爸爸不是简单的人物，没事了，他们相处很 OK 就好。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没有感动到？感动，我有。我说这怎么婚礼上面怎么跟得住？家里的房间有没有那么多年前讲？家里的房间，你的衣橱、你的餐具、你的床、你的通通别搬走，对，好吧？你的房间永远都在。哎呦，好暖哦。哎呀，好吧，就是永远都在。Super love you， 好吧 ？I love you, me too, me too, me forever。对，我们家的 slogan， 也祝福他啦。但是这个让他们慢慢来，不要压力，那圈外人不要打扰他们，好吧？是。你刚刚还不是讲？哎，圈外人，对，谢谢，可以哈。